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滅書，歡迎大家嚟到聽書有賞。今日要同大家分享嘅書係《你的善良必須有點荒謬》。呢本書話俾我哋知，善良唔等於軟弱，真正有價值嘅善良係有原則、有底線、有力量。乜嘢叫做有荒謬嘅善良呢？有時候社會會叫我哋做一個好人，凡事都要忍讓，唔好計較，對人要無條件咁付出。但係無底線嘅善良，最終只會令自己受傷，甚至俾人利用。透過呢本書，想話俾大家知，真正嘅善良係有原則、有分寸，唔係所有人都值得你無條件咁付出。學識拒絕先可以真正保護自己。聽到呢度，你可能會問：咁樣到底點樣先算有鋒芒啊？好，即刻舉幾個生活上嘅例子俾大家睇下先。例子一，職場上嘅大好人，等於免費勞工。假設你係一個又勤力又有責任嘅員工，成日都願意幫同事，老細叫你 OT， 你都笑住口話冇問題。結果係點？一次又一次加重你嘅工作量，但升職加人工就冇你份啦。點解？因為你太容易幫人咯，導致你自己都冇時間照顧好自己。最糟糕嘅話就係其他人覺得呢啲都係理所當然㗎啦。太好人最終只會成為呢一個免費勞工。咁有咩解決方法啊？學識拒絕。下次老細叫你無理由 OT 嘅時候，而你自己有計劃嘅時候，你可以咁答：我明白呢個工作都好緊要㗎，但今晚我真係有嘢安排咗，可能你需要幫我諗下一個解決嘅方法喎。咁樣你既表現出你有責任感，但係又唔會令到自己蝕底。例子二，感情關係濫口人對真正嘅善良。你有冇試過有啲朋友或者伴侶，每次有事都揾你幫手，但當你有需要嘅時候，對方就有事忙，甚至避開你？如果你習慣對所有人從來都唔設底線，你最終會發現真正珍惜你嘅人可能唔多，但佔你便宜嘅人就一大堆。解決方法？分清翻邊啲係你值得幫同唔值得幫。朋友有難，你當然可以幫啦，但如果對方一而再再而三咁消耗你，而唔係真心尊重你，你就要學識 say no。例如嗰個朋友次次冇錢就問你借，借完又唔還，你可以咁樣講：我明白你都有困難，但你上次借嘅錢都仲未還，唔知今次可唔可以試下其他方面幫你呢？善良唔等於一直妥協，而係真正要幫到有需要嘅人。我哋嚟結論咯，善良唔等於軟弱。學識要有底線，真正嘅善良係溫柔但有原則嘅，係願意幫助人嘅，但係唔會犧牲自己。當你學識咗拒絕，你會發現值得留低嘅人先係你真正珍惜嘅人。有鋒芒嘅善良唔係自私，而係保護自己，亦令到你嘅善意更加有價值。所以你要記住，你嘅善良必須有點荒謬。好啦，今日嘅分享就嚟到呢度咯。如果你鍾意滅書嘅內容，記得 like、follow 同 share。我哋下次聽書有賞再見啦，多謝。